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台语黑白讲》第12集。我是小张。这集咱要来讨论水安怎写。有人讲江女、江珠这个字，就是闽南语内底的水。敢安呢？敢讲穿白色的就无水啊？这个字伫咱台语界内底，真侪人拢在讨论。小张嘛有淡薄仔意见。今日要来讲互清楚，真正的原因可能甲鬼有关系哦。安怎讲？咱甲看落就会了解。咱直接来看说文解字内底安怎讲即字。好呀，将女朱声，我干那看到朱声，我就知影即字一定毋是正字。安怎讲？朱安怎读嘛无可能读甲变水，是毋是安尼讲？无大紧，即字朱就是红色的意思。红的敢一定就水？莫阁互人洗脑啊啦！你无遐戆啦。咱来看另外一字，即个字嘛真侪人在讨论。说文解字内底讲，南草之外，为好或水，将女多声。即个字嘛会使读作土，但是有人会讲啊，即个字。甲迄个金穗的穗字形真相像，是毋是即个字嘛有可能读作水，还是读作水？好啊，咱甲即字当作水，继续讨论。讲到水，恁是毋是拢想到水查某囡仔？我即个人无共款，我正派，我想到的拢毋是水姑娘啊，我就抓。即字水会使用伫真侪无共款的所在，比如讲代志。咱来讲一个例句，即件代志真复杂，无想到讲你做工课有条不紊，处理了真水。建筑嘛会使真水，哇，张诶，恁兜装潢甲安尼，美轮美奂，足水诶。风景嘛会使真水，即个所在山明水秀，足水诶。言语嘛会使真水。你拄则甲呛迄句话，呛了有水气，迄个人徛伫遐，目瞪口呆，煞毋知要安怎应。搁来，运动嘛当当用着水，艺术搁较毋免讲，即字水伫咱的生活当中，会使讲是无所不在，甚至大部分的时间，甲女性一点仔关系嘛无。以小张的见解，即字水就爱找一字较中性的字。到底倒一字，你毋着紧讲。人讲漚气交锣鼓，歹气交拖平。好，我即摆就来讲。小张认为，水的古早字就写作安尼。即个字是甲骨文的字体。即个字甲水到底有啥物关系？听小张豆豆仔讲，你就会了解。咱若真正要来讨论商朝的甲骨文，咱就一定爱对商朝的地理甲历史有淡薄仔粗浅的了解。这个所在叫做殷，是商朝的国都。伫东边有一个方国，叫做仁方，是东夷人的地盘。西北边有另外一个方国，叫做归方。伫历史纪年内底有记载，商王武丁32年征发归方。这个战争拢总拍3年才结束，结果是商朝较占上风。一般认为，归方是西方资源之统称。这个西方资源讲的，就是羌人。这个字起、羊、切，读作羌。归方会使讲是羌人的大本营。伫这个所在，鬼甲西这两字。用红色的表示真要紧，咱等下会阁讲到。即字羌的音有需要特别解说一下。伫讲文内底用起、羊、切、起、羊、羌第5调。伫台湾闽南语用字汇编的这本字典内底有2个音，腔甲腔拢是第1调。
伫教育部诶网站内底，嘛有2个音，腔甲腔嘛拢是第1条。第1个音有真侪解说，所以校长即摆采用教育部诶意见，甲读作腔。相信拄则我咧讲人方甲鬼方诶时阵，各位可能听甲雾煞煞。其实魔方是商朝诶时阵对外围诶异族诶称呼。咱即马逐工在讲诶对方即2字嘛是安尼来诶。咱来看对即个字诶甲骨文，正边一支手，倒边一支武器，尖尖诶所在向外口，外口就是方国，就是敌人。即字方诶白话音读作远。当然啊，即摆诶时代已经无共款啦。咱讲对方，意思是咧讲意见甲咱袂合，也是立场甲咱无共款诶人，并无甲对方当作敌人要相杀诶意思。讲完地理，咱即摆来讲淡薄仔历史。历史上夏朝就是去互商甲消灭。夏朝诶创立者就是大禹。大禹是倒位仔人？文献内底有记载，大禹是西羌人。莫怪哦，就是因为安尼，商朝甲羌人诶冤仇才会遮深。伫出土诶文献内底有一件代志真深刻，写安尼：发羌妇好3000人，女万人，共13000人。即个妇好是商王武丁64个某其中一个。伊另外一个身份，就是一个大西公。全国性诶大拜拜内底，有几落摆拢是妇好伫换。妇好另外一个身份，是一位女将军，敢甲人相抬，阁会使调兵遣将，看有厉害也无。咱台湾话有一句俗语讲安尼：惹嫌惹好，毋好去惹着小查某。即马还阁加一句。搁较毋好去惹着妇好。咱若去拄着遮厉害诶查某人，校长诶建议是安尼：声哨尽量放较轻咧，姿势尽量放较低咧，才较袂出代志。羌人到底是啥物款诶族群？《说文解字》内底安尼讲：西戎牧羊人也，将人将羊，羊一声。倒边即张相片，就是羌人大拜拜诶时阵，就是穿安尼。即马有愈来愈侪诶考古研究，证明讲商朝真有可能是食人族。校长本来要囥几张啊相片，互大家看，但是想想诶，也是卖较好，因为遮诶相片真恐怖，看落去到底毛骨悚然。若有兴趣诶观众朋友，会使家己去 Google 去查看卖，啥物叫做外人祭献？献祭伫咱闽南语就爱讲祭献。神煞去查看卖，啥物叫做人生？看好详细哦，毋是精生哦，是人生。即个羌人占人数会差不多60%，实在有够恐怖。咱即马来讨论羌即个字。甲骨文写作安尼，顶头即个部分是一只羊，下骹即个部分咧，咱以前捌讨论过，其实下骹即个部分就是人。伫甲骨文内底羊生作安尼，下骹若阁加一个人，就是羌即个字诶写法。咱即马知影即字羌将羊将人，咱继续来看羊诶甲骨文安怎写。即字羊诶甲骨文就写作安尼。伫经文内底有一个特殊诶所在，就是加一环。即个特殊诶情形，各位一定爱会记哩，因为等下咱会阁讲到。有一个字诶字体甲羊淡薄仔相像，就是即字花。咱即马来看即字花诶经文，有一个真特殊诶所在，就是顶头即个部分拢凸出来，凸出来即个物件，就是花诶花蕊。
甲下骹的羊比对起来，羊并无扑出来即个所在。那用即个办法，咱就会使分别哪一字是花，哪一字是羊。阮大诶课文课老师诶节目内底，嘛捌讲到即字水，但是我有淡薄仔意见，伫即个所在提出来甲大家讨论。咱来看即个所在，拢无扑出来，表示无花蕊，无花蕊就毋是花。其实即字水将腔省将大，即个所在大无一定是形体，嘛有可能讲诶是军阶，也是地位。咱翻头转来讲即字腔，甲即字腔有关系诶字有真侪字，咱今日拣2字上要紧诶来做讨论。第一字要讲诶，就是即字，读作姜。即个字将腔省将女，真好理解，就是女性诶腔人。第二字要讲诶，就是今日诶主角。即个字诶白话音读作水，文音读作美。即个字将腔省将大，但是伫字典内底拢写作将阳将大。即个所在我实在无法度理解。敢讲羊仔大只，就是水。伫即个所在，小张要提出另外一种诶讲法，各位会使来听看卖，看是毋是搁较有道理。伫以前诶节目内底，小张捌讲过，若要了解字诶本意，上好诶方法，就是爱为甲骨文甲经文内底去找。今日咱嘛要用同款诶步数，咱先来讨论即字姜。伫甲骨文内底写作安尼，下骹即个部分是女人诶标准字体，顶头有一个羊仔头。来到经文诶时阵，字体无啥物改变，但是有加一横，是毋是甲咱拄则讲诶共款？继续来讲即字腔，即字腔伫甲骨文内底有无共款诶写法，有真侪字甲即字腔写作安尼，伫颔胫诶所在加一横，伫后壁阁有锁仔甲牵掉咧。伫经文内底嘛是共款诶字体，但是即个羊仔头嘛是共款，阁加一横。不管是姜也好，腔也好，拢是奴隶，上尾拢真有可能变成人生。即马来讲水即个字，伫甲骨文内底诶字体写作安尼，徛甲停停停，嘛无物件甲控制掉咧，表示伊是自由身。来到经文诶时阵，共款加一横。咱来看即个新闻，乌克兰真想要杀俄罗斯诶参谋长，杀8摆拢杀无成，可见两军对垒诶时阵，若有法度杀对方诶一个参谋长，也是一个将军，是一种真大诶胜利。若真正杀有成，我相信乌克兰所有诶人应该拢会发一声水啦。咱翻头转来看即字水，迄个时阵商朝拄好甲羌人伫相杀，伫商朝诶眼中，自由身诶大羊头人就是上水诶。因想要杀一个参谋长，若无参谋长杀一个将军嘛袂歹。即个大羊头人就是西平诶鬼头方国诶大羊头人，所以即个字并西鬼切，西鬼读作水。咱特别注意，即个所在诶鬼并无歹诶意思。咱来看说文解字安怎讲，人所归为鬼，不管是啥物人，只要是过往了后，拢叫做鬼。伫商朝甚至也无神即个字，神是甲经文诶时阵才有诶。除了以战争诶角度来看以外，各位毋好袂记哩，伫商朝有活人祭献诶文化，若愈大场诶拜拜，就爱杀愈大只诶羊头人。身份
地位、军阶愈大、愈悬、愈好。若伫咱台湾中原普渡诶时阵，咱就拢抬猪公，愈大只、愈肥、愈好，代表即个场面愈隆重，对神明愈有诚意。安尼诶场面就会愈闹热，民众就会欢喜，这嘛是另外一种诶水。大只羊头人好掠无？讲诶就是遮诶壮将官，有身份、有地位诶人，足歹掠诶，因为因每一个拢甲俄罗斯诶参谋长共款，足够美诶，所以即个字取美诶音甲读作美，愈是得袂到诶，愈好、愈水；愈掠袂到诶，嘛是共款，愈水。各位可能有注意到，小张伫即集内底用数字来注明台语诶七声八调，因为有朋友甲小张反映，讲是大人目睭较无看诶，用手机仔咧看我诶节目诶时阵，有当时啊标点符号撇对倒一边去，拢看袂详细。即摆用数字，希望大家看了会较详细。咱来讲结论：第一，猪甲土拢毋是水，即两字拢中女，拢无适当。第二，即字水伫咱诶生活当中无所不在，应该用一字中性诶字。第三，即字水将腔省，将大不将花。第四，白话音读作水。第五，文音读作美。今日我就讲到这，感谢你的收看，欢迎批评甲指教，谢谢，拜拜。